大家好，今日分享蛋炒飯。材料有豬肉、半個洋葱、幾條葱仔、白飯一碗。先將洋葱介花刀，再切粒。葱段全部切粒。豬肉切片，再切絲。切好後，預備可以醃。先落鹽，再落酒，再落油，然後就撈勻佢，等佢醃30分鐘就可以㗎喇。先落油，然後開火，油熱後先落洋葱，推散佢，等佢平均受熱煎一陣。開始翻炒，炒到佢開始半透明啦。然後可以落豬肉啦，推開啲豬肉，唔好畀佢黐埋一嚿，等佢平均受熱先。煮咗一陣就開始翻炒，將豬肉同洋葱嘅香味完全炒出嚟。炒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依家可以調味啦。落少少鹽落去，跟住再翻炒，將啲鹽炒溶佢先。依家預備落飯，將啲一嚿嚿嘅飯整鬆佢，再壓開佢，盡量將啲飯壓鬆晒佢。開始炒下佢，等啲餸同啲飯混合埋一齊。依家要畀啲耐性，慢慢炒，要將啲飯炒返佢乾身，咁先至會鬆開。
炒個過程中，如果仲有啲一嚿嚿嘅飯，可以壓一壓佢，繼續翻炒。炒咗一段時間，而家預備落蛋液。慢慢翻炒，等啲雞蛋同啲飯混合埋一齊。你會開始慢慢聞到啲蛋香味。炒得差唔多㗎喇，基本就已經完成㗎喇，可以熄火。